東京站超好行，入邊勁多店同埋餐廳。今集影片會嚟到日本旅行可能必經嘅東京車站，了解站內同周邊最新嘅購物同景點資訊，順便試試呢幾間餐廳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出發！咁我而家行緊去東京站內一間壽司店，叫 Manten Sushi。佢係做 omakase 嘅，但係價錢非常之親民，聽講味道都唔錯。咁而家去睇下係咪真係咁抵食啊？就係呢間 Manten Sushi。Manten Sushi 離東京車站行路大概10分鐘左右。呢度有兩款 omakase， 分別係4400 yen 同埋8800 yen。不過如果要提前上網預訂嘅話，就只可以揀8800 yen 個 set。呢度嘅前菜有蜆汁同埋海帶。之後師傅好快就送上中拖壽司同埋刺身。Toro 嘅味道唔算驚豔，但食得出個肉質都算幾新鮮。之後陸續上咗唔少種類嘅壽司，例如油甘魚、赤身等。就算係平時覺得比較矜貴嘅食材，例如北海道帶子、鮑魚、大 Toro、海膽呢啲都有。以東京市中心呢個價錢嚟講，佢哋嘅食材都算幾充足。除咗一般嘅壽司，另外仲有兩款唔可以話好食，只可以講幾另類嘅出品。一個係三文魚子漬物，另一個係大根壽司。最後成個用餐時間大概90分鐘左右。啱試完 Manten Sushi，佢個 omakase 款式都算幾豐富。Toro 啊、otoro 啊、海膽、鮑魚啊呢啲要有嘅佢都有，味道咧就算不過不失啦。有幾道菜佢都重手咗嘅，尤其係最後一道手卷係有啲偏鹹，價錢就大概8000 yen 一位。不過可能佢做好多國際遊客嘅生意啦，佢個 chef 咧係好識同顧客溝通，而且好識搞氣氛，所以成個用餐體驗係幾正嘅。東京車站喺1914年開始使用，到依家已經超過咗110年嘅歷史。而家有丸之內同八重洲兩個主要入口，周邊都已經發展成為大型嘅商圈。喺我哋面前嘅就係丸之內口，呢度保留咗當時嘅設計特色，例如紅磚外牆同埋樓高3層嘅圓頂，完美呈現咗大正時期嘅經典建築風格，特別適合中意歷史建築或者影相打卡嘅遊客。另外，因為丸之內口正對住皇居，有時仲可以喺呢度睇到皇居馬車儀式。呢個儀式係日本迎接新任外國大使嘅正式外交活動，由身穿傳統禮服嘅宮內廳職員駕駛馬車，接載新任駐日大使，從東京車站丸之內口出發前往皇居，並向天皇遞交國書，象徵該國同日本嘅外交關係正式生效。東京站作為日本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交通樞紐，站內設有大量嘅儲物櫃同埋餐廳，方便旅客使用。呢度唔只有日本當地美食，例如日式串燒、海鮮蓋飯，又或者和牛定食等，仲有嚟自世界各地嘅料理。而且好多餐廳都喺閘內，所以要喺呢度轉乘嘅旅客都唔使特登出閘先揾到好嘢食。我之前試過呢度入邊一間專門食嚟自名古屋嘅土雞料理店，除咗佢出名嘅雞肉蓋飯之外，仲有雞各個部位嘅串燒。如果大家趕時間又想食下 yakitori 嘅話，都可以不妨一試。呢間餐廳叫伊藤和四五郎，佢
佢哋嘅食材係選用出名嘅名古屋高脂雞肉，而且係站內嘅人氣店鋪，門口經常都會排住人龍。呢度嘅雞肉蓋飯，滿滿嘅雞髀肉，再鋪上一層熱辣辣嘅半生熟蛋，份量好足，真係有少少驚豔到。另外3款燒雞串、雞胗、雞皮、雞肝嘅份量都唔細，而且比一般嘅燒雞更加多汁，食落嘅口感更順滑，更有滿足感。個雞翼係先炸咗，再沾上醬汁，味道帶少少甜，但又唔會太濃。老實講，一個套餐已經夠晒，其實我都係點多咗，但喺車站可以食到呢種水準嘅料理，真係幾唔錯。東京站內仲有一個好繁忙嘅商業設施，叫做 Grand Star Tokyo。呢度集合咗全國好多知名嘅店鋪，仲有各式各樣嘅火車便當。因為好多開往全國各地嘅列車都會經過呢度，所以對外賣嘅需求特別高，而選擇真係多到花多眼亂。每樣嘢睇起身都好似好好味咁，有啲 counter 仲會揾到東京限定嘅商品，值得留意。喺 Grand Star Tokyo 入邊，仲有一個活動空間叫做 Square Zero， 成日都會有唔同嘅商品推廣，例如免費嘅雪糕試食、零食試食等等。喺呢度真係可以行足一日。東京站真係勁多嘢行。而家嚟到呢邊就係東京車站另一個主要嘅入口八重洲。同丸之內嘅復古風格唔同，八重洲呢邊比較現代化，例如呢個玻璃外牆大樓，同時亦都有多條巴士接駁路線。呢度亦都係離東京站新幹線月台最近嘅出口，方便需要轉搭長途巴士或者新幹線嘅旅客。除此之外，八重洲呢邊嘅商務區更加着重購物同飲食，有東京 Midtown 同八重洲地下街等大型商場，加埋成超過8間餐廳、精品店、藥妝同手信店，可以輕鬆咁 shopping 同埋揾嘢食。喺呢度有一個小 tips 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，就係關於嚟東京玩嘅住宿選擇。東京都嘅範圍非常大，雖然地鐵路線好成熟，但如果經常要轉車嘅話，其實會浪費唔少時間。再加上喺車站嘅月台之間行路都可能要行一大段，所以如果可以減少轉車，就可以節省唔少時間同體力。咁就要提到住近八重洲口嘅京橋一帶。京橋呢度唔單止離東京站好近，而且有銀座線來往涉谷同秋葉原，又或者去保丁站搭都營淺草線，可以直接用最平嘅方法往返羽田同成田機場。再加上東京站本身已經有新幹線來往多個城市，住喺呢一帶基本上去好多地方都唔需要轉車。對於打算嚟東京玩嘅朋友，都可以考慮一下京橋呢附近嘅住宿。咁我而家打算喺呢度坐一陣，然後一陣入去試另外一間專門食嚟自富山灣嘅白蝦料理店。而家入到東京站嘅一番街，喺呢度嘅南側就可以揾到呢間叫白蝦亭嘅餐廳。咁我嗌咗一份蟹腳配白蝦嘅海飯，然後單點咗一份白蝦天婦羅。呢度主打嘅白蝦其實係一種主要產自富山灣嘅透明小蝦，又被稱為富山灣嘅寶石。做法一般分為刺身又或者天婦羅。因為蝦身好細，所以喺蓋飯上用咗成90隻白蝦，一啖落口有種好綿綿嘅感覺，蝦味比一般嘅蝦淡好多。反而配蟹腳食會更加帶出蟹肉嘅鮮味。天婦羅就唔算係偏硬身，感覺更加似食零食多過正餐。但其實兩款都好好味。另外跟住個套餐佢仲會送一塊好得意嘅蝦餅。
東京站一番街仲有好多唔錯嘅餐廳，例如佢哋有一條拉麵街，評分好高嘅六利舍煎麵分店都開咗喺呢度。除咗飲食之外，呢度仲有專賣蠟筆小新同埋切卡華周邊產品嘅特色店鋪。另外，唔少手信店都會推出東京站限定嘅限量商品。喺呢度行耐咗，真係好容易荷包大出血。咁今期東京站嘅攻略影片就到呢度，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plan 行程。鍾意呢條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訂閱。我哋下期影片見。次は目黒、お出口は右側です。